高雄市小港区太林埔本来是一只渔村，里面本重工业工厂包围内呢。附近呢有800人居嘅洋葱，是得讲系洋葱大厦嘅总头，长期受到污染，佢采购哦。抢当人一天在西南风架下，居民能批到新鲜的空气。而能讲国七家是得讲黑大体工业古道巷，为咗保护新鲜的空气。 居民都种钱，自家来办太林埔西南风音乐节，草地老百姓爱冲出一年嘅痛苦心声。 南台灣的熱頭回來，溫度高到29度，已經將熱天氣養嘅嘢。今日太林埔信用中心風險湧頭前搭好舞台，採貼學生嘅為到參加太林埔西南風音樂節，大家練到很熱鬧咯。一擺又一擺，大家刺激，就係望等睇舞台上嘅表演，為佢等好。 我們從第1屆的大林埔西南風音樂季就有參加。那去年呢，我們鳳林國中表演了3首。那這一次我們全力以赴，所以我們準備了8首的曲目，然後還有非常多的主唱。那主唱呢，我們同時也邀請到我們傑出的畢業校友回來跟我們一起共襄盛舉。鳳林國社會後生嘅點出本等，弄時弄到一等成班。 因为这个是在地的活动，那在地的活动就要有在地的人来支持。透过这活动，我们透过一些比较户外性的活动，让知道我们这边的环境。是希望说把大林埔它的新生发上去。那我们这边有3所国中小学，这是有凤林国小、跟凤林国小、凤林国中，他们连续3届都在这边共襄盛举来参加这个大林埔的盛会。他也希望说让小朋友知道说，我们这边被包围的一个村庄，那早期都有那个说明会、工业的开发的说明会跟那个公听会，但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大型的演唱会。那我们就从民国105年就开始筹办这个西南风音乐季。以下10年來，點點就可以改到工業區工廠。工廠嘅沿涵係全台灣一定到位太林埔地區，攀連第一到位工堂費同上面費也到，就係無業務費。現現從文化協進會理事長，同時未係風景里里長嘅馮富健，3年前開始辦西南風音樂節，而來打造地方嘅語文特色。韓國希望創出海順總頭平民百姓新冠調度嘅懊惱，講出係睇工業古道巷嘅人一定上該講嘅話。其實按呢一音樂會嘅需求吼，如果講演一採啲嘅百姓，而家喺度幾百年嘅，原本改好嘅空氣，因為也喺工廠喺污染，造成講嘅嘢癌症嘅單面度。公道來講，人也歸無奈啦。所以講嘅嘢啦，都講可以爭一口氣啦。第8首我們特別準備了《飄向北方》，那我覺得它《飄向北方》裡面的這個歌詞呢，其實蠻符合我們現在當地居民的訴求，因為的確這個地方它的空氣污染非常的嚴重。那在這樣子的空氣污染這麼嚴重的一個環境當中，那居民該何去何從？那我覺得這是現在我們討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議題。這樣。西南風音樂節除了有在地學生嘅來參加。呢度採貼歡迎家未強下來表演，充分展現出採貼又純又豐富嘅生命力。
顺来嘅嗰度成年人摆大美，民众有好食有好啉，还有表演好看，最重係做闹热嘅遊戲，鬧熱漸漸。我觉得很好啊，让这边的文化也可以让人家发现，这样子很好呀。因为大林埔好像听说最近就要迁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让大家去认识这个地方，让有一些想要知道这边文化的人可以了解一下这边这个地方。我小时候的老家是住在大寮，那也是紧邻的大发工业区。那从我们家的那个厅堂的庙口望出去，就看到那个工厂的烟囱。那种感觉让我很不好，那我无法想象说，在这样的一个好像蛮淳朴的村庄里面，竟然被一个很大的工业区包围，那种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那种生活品质是我不会想要的这样子。1972年，喺太廉浦東片設立臨海工業區，總有太廉煉油廠、台田太廉發電廠，總共台上也到重工業，陸續來到亞富區內開。嗰所太廉浦地區嘅人，兩個幾到屯前木林嘅補處，冇向前嘅檢路，阿伯鋪嘅輪機後，就看得出係補處業嘅幾乎。唔過西南風業務自主判單位，經驗從文化協進會，硬係唔接受公部門，規定冇就公營企業嘅經費補處，咁樣睇地方行來種錢，一減錢，天天嚟合起來。30。西南風音樂季是不向任何我們這邊國營事業跟我們的政府公部門去申請經費，都是由我們今天說文化協進會的成員，我們就是將一塊錢募起來，而且要發動我們很多的志工跟志工媽媽出來幫忙。每一年攀岩活動差唔多去100萬的經費來用，所以講一條見面呢，也可以攀得1000、2000、1萬、2萬，也呢慢慢的引出一條類啊事業的活動啊呢。那因為我們長期來的話，就是那個空氣比較不好，都是國營事業所造成的所以說我們不像國營事業募款。那一般來講，我們都是靠一些市民小組，或是有一些比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那本身的話，我們就做一些義賣品來賣，這樣子。義賣品越來越多了。明信片、卡邦嘅衫褲、各種嘅文創品，都係為到經貿機愛種錢拿來義賣嘅。那這是我們本屆的，我們這是這件這一件衣服，我們是就邀請我們那個在地的一個藝術家，叫做王志陽老師，他所寫的大林埔西南風，所以他寫這字非常的有味道，就像西南風在吹一樣。今年愛種經貿節前，要比往年行過辛苦，因為拄好風嚴強愛打造，好多為規劃嘅專業嘅時間囤進度。剛好碰到鳳林宮，在做這個五朝的祈安清教，那我們在作業上就比較晚一點，因為我們的人員大部分都投入在鳳林宮裡面。那今年差不多12月份才開始在籌劃，當然募款會比較少一點，那差不多相差到一半。福建里辦公室頭前嗰度嘅志工媽媽來到家，整體嘅炒苦味肉有也到，炒到噴香。因為準備好嘅，大家看見來演出一集又一集嘅舞版，一撒做結好，就係愛做來義賣，來做音樂節嘅錢。大家做合作的啦，合作就是幫忙，要幫忙迄個活動，好起來啦。無夠錢嘛，你無夠錢啦，就無法度啊。你要辦一個活動，就幾10萬呐，要幾百萬的啊。安尼大家合作講來，我要吹衫，我要吹粿，還是要白粽，攏好。我們今天差不多動員，包括我們的志工媽媽，差不多將近有70個的志工媽媽，有的是做把螞掌，有的做藕條粿，在義賣啦，那就是這些結合起來，大家都是義務性的。
林埔新南风音乐季对下晝4頭開始唱，一直唱到暗晡4頭，大家都過熱情。暗晡4頭上場表演的大提琴家劉亮陳燕儀，而係大林埔人，對人講到家鄉，總係離唔開胡音團抗議，以感覺心肝歸痛。感傷是一定會有，不過就像音樂季一樣，我們正在以音樂發聲。那希望未來呢，大家聽到大林埔的時候，會是這個西南風音樂季，而不是這個所謂的污染啊、抗議等等的，用音樂代替污染的柔性的訴求。表演的談開就講出大林埔人心肝頭度的痛，伊咧將個照片都本工廠包等呢，像傳到熱天時節還採得到新南風，未將有卡強烈的空氣好透。不過男生同開粗料又算起嘅話，溜溜小小提出來，就會當到新南風吹落來。韓國屯開粗料來開發，每屯村明年才屯開歸前的機器大快槍槍。其實早期我們住在大林埔因為跟海靠很近嘛，那海的海浪的聲音，像這個呼吸的聲音海浪呼吸的聲音，就像一首我們在要入眠的一名那個催眠曲，那我們就很好入眠。那現在沙灘也沒有了，海也沒有了，離我們越來越遠了就形成一條南新路，就是柏油路啊。那柏油上面就是大卡車啦、拖板車，就在來回的奔馳，24小時就不斷的走，變成一個噪音，就變成原本是很好睡覺，現在變成說難以入眠了。空氣污染的問題還唔清解決，要見有新的開發落來。大林埔人做得講係國家經濟發展下嘅受害者。政府去年宣布計劃，要囤一隻種嘅西蕉。韓國市知道，其下台人就係睇亞美村民知道，就也唔係，唔就也唔係。當時你遮攏種嘅住宅區，唔是工業區哦。你只臨時講中油來遮，恁遮人啊走配合他們來做這個工業區，互咱經濟部工業區做工業區，做工業區。你一年中會賺偌濟錢？為什麼你知影這個重污染？你無要求電源遮煙筒改善污染做較好咧？真搬到對台灣對一個所在有好嘅空氣，你請教，你市政府講一下。我喺村民路以對父母工業者嘅遷村出來，也哈年主要改唔會啦，行路真係改老人家樣式，橋背安尼引行。近70公尺嘅，伊迄講啊，在100個遷村，講有樣嘅，伊個老人家伴隨落背係，21伊個環境嘅直接，無咁簡單。像本身中油中鋼本地人也是有很多人在裡面工作，按理說空氣不好，他們又在裡面工作。按理說抗議它空氣污染，又想進去裡面工作，所以說我們長期以來的話，就是其實這種心情都矛盾的啦。尤其像近年來的話，青春議題有時候導致就是說居民之間有時候互相不諒解，或是家人互相不諒解都會有。係啊，本來好好的人啊，無對不？有人因為一個要遷村，無要遷村，大家冤家啊。音樂節夜日一定係西南風嘅，可能係唔係那種夢，叫夢看到嘅一些晴天，很強烈嘅空氣，就像係大林埔人散發出來嘅。因為我們這裡的話，長期以來都受到那個工業污染，就是說像今天天氣那麼好，就是因為它有吹南風的關係。你看，藍天白雲啊，天空很漂亮這樣子。其實大林埔或靠海的地方，就是渴望這種天氣，那我們空氣會比較好。不管以後遷村是怎麼樣了，那西南風這個精神一定會繼續延續下去的。不管怎麼樣，我們會堅持說把這個西南風繼續把它吹起來。一路以來，無數多人叫亞美大林埔人，大家共心出錢又出力來辦音樂會，就係望定用音樂來為財體發聲。
要用西南风嘅精神，刚刚事业来巩固自家嘅家园。